阿里山邮局会生伫咧海拔1000公尺以上悬，是台湾原生特有种。即阵嘉义绿草乡农会就特别甲嘉义大学合作，伫咧绿草2分大有机农地试种3500丛，希望会当协助推广复育，嘛希望会当发展做地方的特色产业。农会员工按照白块的距离，甲阿里山邮局会一丛一丛种落去土，为着要呼吁阿里山邮局会、嘉义县绿草乡农会甲嘉义大学合作，要伫这2分大有机农地试种3500丛的阿里山邮局会。它原本是高山的作物啊，那下来有用一些仪器测一下，它在平地应该还是可以过得不错啊，但还是不太确定，因为毕竟就是一个试种嘛。阿里山邮局会是台湾原生特有种的食物，上早是伫1914年的时阵，由一位法国的食物学者伫阿里山地区发现。嘉义大学的食物研究团队试种了后，发现伊有经济价值，未来会当加工做产品，而且种出来品质甲产量拢真稳定。在日前，我们也协助农科院那边向食药署那边申请那目前也正向表列，它是可以当做食品那未来如果农民在栽种成功之后贩售的话，也比较有保障。咱先用农会的资源咱家己先来试种试种成功了，慢慢达到有商业效益的时阵，咱家来推广给农民。绿草农会表示，即马种的这3500丛阿里山邮局花，暗算伫11月到明年2月会当收成，会配合嘉义大学来研究开发做地包，希望大会当推广，真做是绿草乡新的地方产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